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講少少離題嘅，即係唔係講樓價。咁嗰1897年咧，鴉片戰爭之後咧，英國政府咧就攞咗九龍啦，跟住冇幾耐又攞埋新界啦。所以因為點解咧？除咗清政府打敗仗之外咧，佢有一個好重大嘅道理就係要發展香港，發展香港。咁今時今日咧，其實香港咧好多高才啦，呢個係中產階級，亦都好多新移民啦。咁佢哋係比較辛苦啲，住喺一啲比較係狹窄嘅地方啦。咁仲有一種咧就富豪啦，咁啊跟 IPO 上市公司啊，其他好多資金過嚟，咁有呢個富豪啦、中產啦同貧苦人家，咁啊三方面嚟香港。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香港嘅機場咧，第3條跑道亦都開咗啦 ，Terminal 2亦都開埋啦。咁啊跟住咧就碼頭咧，好大珠三角地區嘅人士咧可以坐船咧直接嚟香港機場，跟住坐飛機去世界各地旅遊，跟住越車南下啦。大灣區嘅居民咧可以預約嚟香港揸車喺口岸停低又好，進入市區又好，從海陸空3個地方咧嚟香港嘅。咁香港係咪好好咧？人口咧就不斷咁暴增，咁但係地方咧咁多年都冇變到喎，所以呢個咧地價點解會高居不下，而且咧好容易炒作上去咧？呢個就係同土地供應咧有限非常之有關係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趁呢個機會咧，如果有擔當嘅領導層咧，應該同中央政府商討下，可唔可以喺一個地方直頭挖一塊地，唔係前海嘅模式，係挖一塊地咧，俾香港愛嚟做一個發展嘅。以前國內都有啲先例嘅，譬如順德咧就併入呢個佛山啦，新會就併入呢個江門啦，增城啊、番禺就併入廣州啦。所以呢啲咧都有咁嘅先例喺度，唔係做唔到㗎。以前喺即係清朝同英國政府嗰個年代咧，呢個就不平等條約啫。但係如果我哋自己國家嘅話咧，就算一國兩制，其實都可以做一個行政圖上嘅規劃，呢個係冇問題喎，我覺得啊。咁費事咧做出一個問題咩咧？就係好似以前好多地方咧原本係發展譬如高科技啊、數碼產品啊，但係最後咧都係變成地產發展。點解咧？因為冇樣嘢係賺錢快過地產嘅。喺咁嘅地方面積嘅限制之下，咁所以咧就最後咧淪為地產項目咧，其實咧係一個客觀嘅因素，並唔係有人咧做一個主觀嘅操作嘅，呢個係錯誤。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覺得咧應該咧就商討下，即係隨便舉個例，譬如深圳與惠州之間啦，中國依家有好多地咧係因為房地產市就不景，咁依家時候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做一個合併或者規劃，令到香港嘅行政面積咧增加，可以融入更多嘅人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咁多設施做出嚟咧，係最終可能咧都會失效嘅。唔信咧，你哋放長雙眼睇下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